同你介紹下選擇有罪呢一部咧，係威尼斯電影節嘅開幕電影啦，由李炳憲啦、孫藝珍啦、車勝元、連慧蘭等等主演嘅呢一部電影啦。咁其實咧，分手的決心嘅導演朴贊郁嘅一部驚慄電影啊。其實呢部戲咧，即係喺開頭睇嘅時候就好似一部笑片啊、喜劇啦，少少即係諷刺時弊嘅喜劇啦。咁但係咧，當佢慢慢一路睇嘅時候，你發覺唔係淨係一部寫實片或者唔係一部笑片啊。咁啊，而係咧，即係裡面有好多好驚慄嘅場面啦，驚慄得嚟咧又好寫實啦。咁啊，令到人即係可以好反省好多而家韓國咧嘅真實社會個現狀嘅情況。咁但係其實咧呢個古仔咧就係改編自唐納德嘅一個小説啦。咁亦都曾經咧係被開拍過。咁啊，而今次咧朴贊郁係再拍嘅時候咧，咁啊亦都請嚟即係影帝影后咁啊佢哋嘅合作。咁我就發覺咧兩位嘅男女主角咧就處理嗰個角色做得都相當好，尤其是男主角啦李炳憲。咁啊，佢其實可以話做一個好怕事嘅老公又得做一個好逆來順受嘅夥計又得做一個咧面無感情嘅殺手又得。咁啊，亦都做一個咧即係非常之24後爸爸嘅角色又得啦。咁啊，而咧即係阿孫藝珍咧，佢就飾演佢太太啦，又一方面要面對丈夫被裁員嘅一個情況，點樣去挽救嗰個家庭嗰個開支啊，同埋咧點樣去支持個老公啊。咁啊，但係另一方面又懷疑個老公做過啲咩事又不為人知嘅喎。咁啊嗰種然之後佢又可以好強，即係好 strong 咁出嚟咧，即係好有氣派咁樣咧去即係。當佢仔犯咗事之後咧，佢點樣希望可以點樣談判啦嚇。咁啊，所以話咧，孫藝珍都係做得相當好嘅。咁呢套戲咧，我就覺得即係真係睇到導演嘅功架啦，咁同埋嗰個故事嘅結構比較緊湊。咁你會發覺嗰個變化好大嘅，但係佢又真係咧去環繞住咧好多現實嘅問題啦角色嘅對峙等等啦，咁亦都帶出咗好多嘅反思喺裏面，咁所以我覺得導演嘅手法真係非常之高。喺呢度希望大家中意呢個內容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一個嘅我嘅 YouTube channel。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The content today is about no other choice. 皆さんこの内容は最近人気な韓国映画紹介しました。次だからお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また今度。